纽西兰的海洋生物研究团队进前伫咧南岛的东部海域发现大概100种毋捌看过的海洋生物的物种，包括鱼类、陆地、珊瑚等等。发现了后，嘛代表研究的任务阁爱无停歇，继续做落去。研究船伫无算平静的海面行，这是伫纽西兰南岛东边的外海，是邦迪群岛的海域。水面下数千公尺深的海底被叫做邦迪海池。研究团队动用深海无人畅水船，用鱼帮这个工具将各种样本固上船。水船的研究人员马上检视这海洋生物的外观，佮甲资料库内底现在物种来比对。This particular species is only known from that specimen. The strong suspicion we have right at the moment is this is a new species. 研究团队成员除了国立博物馆，也有来自纽西兰国家水系加大气研究所、加英国、澳洲的专家。因收集将近1800样本，航行海域范围长有800公里，上深的水有4800公尺。当然，因的辛苦并无白了。We've gone to lots of different habitats and we've discovered a whole range of new species, from fish to snails to corals and sea cucumbers, things like that. Really interesting species that are going to be new to science. 根据纽西兰国家水系加大气研究所资料库，四周的海域已经确认物种将近18500种。未来3礼拜分析结果会纳入这个资料库当中。公司新闻时间真便宜。